来，伫这个台北有一间真出名的牙医诊所，涉嫌非法牵狗仔，用治疗喙齿的名义，甲一寡中国籍的人士牵入来台湾，半年是牵超过600个人。啊，这入来台湾的人，有的是非法去做工，甚至有女性落海未村，形成国安的漏洞。台北地检署约谈到诊所的院长，了后以100万互交保。啊，这院长是来发冤枉，讲伊是咧推广着国际医疗，无必要做违法的代志。啊，若中国籍的人士来台湾了后的行为，伊嘛无可能知影。挂喙案检出北检后审讯，后壁这位小姐就是体科诊所姓潘的院长，因为涉嫌非法销解中国籍人士来台湾，张扣北检约谈，进行过100万交保。对，我明天就会打电话去报社讲这件事情。看到媒体伫咧介入，敢若满腹的委屈，讲家己无违法，啊那同款叫约谈的诊所执行长以30万交保，技术含助理嘛分别10万到20万交保。菜店伫咧台北市南京东路精华地段的体科诊所，标榜专业的矫正喙齿和美容喙齿。不过检警却调查出，诊所敢若用甲人看喙齿的名义，引带中国籍人士来台湾，透过台湾旅行社和中国旅行社合作，招中国游客来台湾，佮互体科诊所开无实在治疗物件和矫正喙齿的医疗物件，申请中客专案来台湾，甚至有人讲来遮看喙齿，实际上是伫咧做工课，半年来就销解超过600位中国籍人士来台湾，其中有非法做临时工的，嘛有伫咧做性教育伫咧谈。我们医生推广的是国际医疗，就是那么简单。我们牙医师的收入不低吧？大家应该知道。请问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？姓潘的院长发冤枉哦，强调家己推广国际医疗无必要做犯法的代志。不过涉嫌合作的旅行社业者嘛叫约谈，进行过10万块交保。啊那移民署前往调查的病例内底，有含无敢若洗喙齿含做美白。不过这中国人来台湾看诊，爱先开7万块办医疗签证，甘愿讲真侪钱，背后关心检方会阁继续深入调查，敢有违法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